定发生了，又开始喊了。你们谁不是我新鲜的？阿木熊为按系统，系用你急性用血性输血反应，简单喊做 AHTR， 也是输血过程当中其中一种轻严重的并发症。相反是接触同自家血型较唔多的血液隔下，体内的抗体会直接攻击外来的红血球，造成 AHTR。安尼患者会发烧、毛足不冷，血压降下来，严重可能会并发腰围衰竭、失血，甚至死亡。也状况都可能在输血过后短短的几分钟就发生。故所也就係做乜計啲輸血前，血液的抗原很重要。呢個孕婦係用血反應，就會停停輸血，唔係本其大量嘅生理鹽水，係講人面監控腰嘅功能同生理現象係救命嘅關鍵。故所阿冇想講阿有得體內嘅血做程度變做土，絕對唔係戲劇效果，係宿舍現場清真實的警告。